啊，上较少的。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。卖讲我来啊，卖但好。哦，你安尼上好看。请问，咱咧讲的护灵是啥物意思咧？是。这你要确定？嘿，对，厝新护灵，厝新就是头前遐，遮就是护灵。咧派，遐拢住古早厝啦，拢住古早厝。啊，那咧门迄唔是门城？不是，护灵就是正新护灵，正新就是正厝，啊护灵就是边呀。哦，够对啊，够对啊，厉害！有学问诶。有影。哦，咱家己袂歹这就是爱这办诶。这种妇女同胞上上厉害啦！无你讲咱即马少年人真唔知影。拢唔知影。哦，是，所以讲，你感觉是啥？是。我改啊哦。没。好，我答案是。来，咱看者正房两边的厝，对唔对？来，容易得到6000块咯。吼，对，咱过去这个传统的台湾厝吼，就是这种正新护灵起的这款，嘿，就是中迄就是正新，啊两边的就是护灵，嘿，确实是安尼无唔对。